是什么时候？12月31号，1980。身高体重？身高173，体重我们网络上是写70公斤。今天17个行程。快问快答哦，哈！来，吴一农，你今天过得好吗？今天过得很好。你看人会先看哪边？看眼睛。绰号是什么 ？No。晚上几点睡觉？2、3点。3点，好。生日是什么时候？12月31号，1980。身高体重？身高173，体重我们网络上是写70公斤。现在最想做的是？握手。有近视吗？有近视跟散光。散光。OK， 给镜头一个扎眼的特写，好不好？好，没关系。来，最想改变什么事？最想改，我希望我扎得出眼。OK， 好，推荐一个晴光市场的美食。这个正一哥的水果。最喜欢的食物？Olen。最喜欢的电影？没有最喜欢的电影，不看电影哦。好久没看电影了。OK， 好，太忙了。好，民进党谁最帅？哦，那当然是林右昌。等一下，可以这样讲吗？可以。去哪里最容易找到野生农农？哦，捷运。哎，不对。捷运吗？不对。市场。好，一个星期最疯狂的时候健身几天？最疯狂的时候4天吧。怎么样练手臂才能跟你一样壮？现在没了吧，都消下去了。唱一段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有，好听。手指爱心做得到吗？来吧。可以哈，好耶。大多数的男性政治人物支持者以男性为主，但是吴一农不同，吴一农的粉丝明显以女粉为主，妇女票吃饱饱。很多女粉丝称吴一农为农农，大家对吴一农的第一印象就是帅。吴一农为什么可以这么帅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萨克。最近政坛出现一个很帅的新人，粉丝专业在短短2个月就突破5万追踪 ，IG 发个19张图就破万粉丝。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特战男神吴一农。大多数的男性政治人物支持者以男性为主，但是吴一农不同，吴一农的粉丝明显以女粉为主，妇女票吃饱饱。很多女粉丝称吴一农为农农，更会自称为吴夫人、农妇。吴一农的女粉实力惊人，大家对吴一农的第一印象就是帅。吴一农为什么可以这么帅呢？吴一农在美国求学一段时间。在外形上很明显的跟台湾人不一样，像台湾男性头发会比较长，刘海会盖住额头，发量看起来比较厚重，没整理时很容易看起来脏脏乱乱的。吴一农这种美国金融业出身的人，文化上跟台湾很不一样。吴一农的头发很短，发量不厚重，会把额头露出来，这样看起来很有自信，很有精神，干干净净的。我们看吴一农跟里长的合照，吴一农看起来就是比里长清爽干净许多，整个人就是特别有精神。在服装上，吴一农很懂得善用自己的身材优势。吴一农长期健身，身材很好。当吴一农单穿衬衫时，都会看到衬衫的袖子是卷起来的，把比例往上拉，看起来干练不拘谨。特别是露出健壮的手背，像是这张脸书上一堆粉丝留言：“真棒！我说的是手背，不是文章。要节能减碳，衣服少穿一点。”对不起，我只看到胸肌，没有在看文，都在看照片。我们再看吴一农跟罗志正委员的合照。吴一农的衬衫穿得太小，扣子都要爆开了。粉丝留言：“终于买小号的衬衫了，地方妈妈欣慰。衬衫看得我好兴奋哦，衣服要爆了，想当衬衫。”来看看当正式场合时，吴一农穿上西装的西装照，西装穿得很合身好看，不会太大也不会太窄，西装的线条很直顺，在正式场合很得体。登上台面，最后来帮吴一农做个介绍。吴一农是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的高材生，大学毕业后进入世界顶尖的投资银行高盛，最后担任高盛的执行董事，可谓人生全破土。吴一农在2013年32岁的时候做了一件非常厉害的事，他放弃在高盛千万年薪的工作，选择回台湾服兵役，领1个小时8.5块的义务役薪水，之后在陆战队担任下士班长。然后在2014年退伍后，就一直在台湾服务，从事跟农业跟经济的研究。之后再进行政院部门服务，于今年9月正式投入政坛参选台北市中山松山区的立委。
我觉得吴怡农的帅是全方面的。他在30岁前已经是人生全破族了。他很自律，长期健身，他也有把自己外形打点好。他在投入政坛前花了5年的时间从事台湾研究。更可贵的是，他有服兵役，他没有等到免役的时候才回台湾服务。有这样1等1的人才愿意在台湾投入政坛服务，这是台湾之福。今天的影片是我们新的企划，我们做当红人物的介绍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